啲黑心錢你都賺，全選車都整啊！其實咧，全選咧係分兩種嘅，第一種叫做實際全選，無法維修或者無法維修到達到安全行駛嘅標準，例如我哋所講嘅火燒車啦，或者水浸車過咗儀表盤。另外嗰啲車身嚴重變形呢種類型嘅車咧，我哋就唔建議維修啦。其實好多車咧係屬於叫做推定全選。咩叫推定全選呢？就係我哋所講嘅維修費加我哋嘅殘值大於我哋架車嘅價值，就推定其為全選。一般情況之下就話維修費70%以上嘅車輛，我哋都係推定佢為全選。保險公司都係咁界定嘅。例如好似香港整車咁樣，因為香港嘅整車嘅工時費貴，所以好多時候呢，佢嘅維修費用係好大，所以高於70%以上，就會推定為推定全選。其實咧，而家國內好多車房，因為佢嘅工時費低，另外嘅話咧，佢嘅配件各方面嘅來源佢就有拆車件、有品牌件嘅話咧，成個維修成本都降落嚟嘅話咧，我哋都可以建議你做維修嘅呢個方案。假如咧，我哋喺香港發生咗交通事故，或者被保險公司推定為全選或者維修費用過高嘅情況之下，大家可以影多角度嘅相片發俾我俾個維修方案俾你，你究竟決定係劏咗佢啊，定係拉上嚟港車北上整車？